宣调，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唇就要播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无看其因。现在请咱大家闭目好咱的心，咱们做三角的祈祷。Kadosh, Kadosh, Kadosh, Adonai, Sabaoth.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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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dosh, Adonai, Sabaoth.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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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nai, Sabaoth.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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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nai, Sabaoth.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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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nai, Sabaoth. 全能慈悲的阿爸父上帝， Kadosh, 你常常伫你的大恩典的中间，在什么一个愿意悔改、罪过来归服你的人，恳求你伫每一个忧伤痛苦的心中，来成就你所应允的这个救恩。来赦免阮一切这样的罪过，过念伫阮最后所遇到的分享，求你来洗清其阮良心的责备，永远来保守着阮，我袂通过着圣洁的生活，袂通来得着平安喜乐来侍奉你。但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到今，也阁是非常的混乱。最卡手的选票不断的出现，引起真大的这个争论，甚至嘛出现了真多这个阴谋论，有的卡者，也阁是接受这个叛国的这个阴谋。那虽然高等法院阁是这个冷处理，总是证据证人，
不断的浮现出来。已经有人出来作证，甚至光天会，但是这并无影响到川普总统印度师团上座的意愿。现在真正有一日，川普总统会担任到这个战争来介入也无得讲，就是不管情形如何演变落去，咱犹原要恳求阿爸爸上帝，用着你公义的手来介入。因为我实在是无愿意看到美国200万人所建立这个民主制度。有这样的极端分子，也是有心的人会吞到。但今日我所爱的是事实较真相。今日我搁一摆伫空中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要来敬拜欧罗里，恳求主你来怜悯。今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甲兄弟姊妹，做伙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我主名得到荣耀。我每一个人都能将这上帝赐福的管道。但是我目前，依然病毒的疫情，还阁是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对感恩节以来，伫这个圣诞节来临以前，也阁是增加真侪这确诊的病例。也讲这个病毒的疫苗已经要开始来注射了，但是全美国要未完全注射以前，也阁是真有可能爆发出病毒疫情的另外一个高峰，也无得讲。我们注意继续保守着阮的身躯，阮专心来挖靠主你的保护，继续最后个人这个防疫的责任。现在恳求主，先来牵起罗卜的嘴，圣神也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万分的一个主人，互阮诚心的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多奈萨巴欧。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5节。第1节，当迄时，该撒阿古斯都有出诏，命令天的拢做加工。这头一摆的加工是古利流说叙利亚种族的时来做，众人去做加工，逐人倒去本城。约瑟的细下属伫大毕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去犹太，到大毕的城，名叫伯利恒，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加工。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所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温因。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林，眠是伤见雇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雷照因，雇羊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
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蛇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细细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地势，阿拉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个天使离开因就天的时，各样的三甲讲，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个预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们。这条要来学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天灯花关心，创造万物，光照世人，创造大成竞选着阮。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天灯花关心，主爱上帝，公义上帝，那大尊保准义人。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天灯花关心。为有几世人多成热心。33年受尽苦楚，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天灯花关心。十字架顶，宝血流尽，太阳魔鬼拯救罪人。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哦。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天灯花关心，创造万物，光照世人，创造大成竞选着阮。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天灯花关心。主爱上帝，公义上帝，那大尊保准义人。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上帝。
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顶长看关心，为有几些人都正热心，33年受尽苦楚。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会听好点长看关心，十字架顶后悔老尽，太阳魔鬼拯救罪人。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哦。各位乡亲，各位师大，兄弟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这个 Time 最近公布了一个最新一期的这个封面，将这个2020年这个顶面拍一个红色的大大的这个拍一个册啊，红色的册啊底下，并且评论称做历史上最卡手的一年。伫这段艰难的这个日子内面，圣经的网站。这个上网量的这个大大的增加，有真一人真渴望要对这个上帝话语中来得到心灵上安慰的快乐。不管2020年是大家所公认一个最想要袂记的一年，不过呢，咱永远是袂记你这年的，因为透过圣经的网站。上帝帮助了真多人，拄伫追找这个生命的答案的啦。那么伫这个圣诞的季节内面，大家拢为彼此来互相赠送这个礼物。其实，这是为了纪念上帝赐予世间人的一份礼物。有人讲福音这个路加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是这福音的这个缩影，是圣经的心脏。这个圣经真浅，连小朋友因拢会通明白。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讲，因为上帝将独生子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为得到永远话，伊听世间到安尼。有人将这段圣经解定心解释讲上界有听什么？上帝将最宝贝的这个礼物，就是伊的独生子送予全世界的人。伊真诚恳，邀请世间人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这份礼物，保证会得到最彻底的这个拯救。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永远的这个活命。咱拢透过这个 party 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像去装他这个圣诞树，你就是讲去交换礼物，要来纪念上帝所赏赐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人讲，12月25并是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生日，所以咱不应该伫这个日子来庆祝圣诞节。总是呢，重点不是伫迄日，是伫上帝。找伊所听的独生子来到世间，这个是袂当否认的事实。圣经记载，包括婴儿的这个布、客店、马槽、当来这个朴素、雇羊人等等，这个记载拢是证明基督伫某一个时阵要出世伫这个世间，伊确实是有来过。所以是大事呢，到底是12月25呢？
还是正话二十呢？这拢总毋是真要紧的。当阮人个博士，伫旷野个雇羊人，因来到伯利恒敲找圣婴儿主耶稣。但今仔日，咱也要做伙来伯利恒来敲找主耶稣。所以我要邀请咱弟兄兄姐，倒转来伯利恒，定心来思想上帝的听。伯利恒这个小城市，当然是因为主耶稣的诞生变得真出名。不过呢，伫迄个时阵，伯利恒是一个无名的小乡城尔点呢。先知米迦捌预言讲伯利恒，伊发他啊！你伫犹大这个城中间治理时，将要有一个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伊是伊的经验对古早对太初就已经有了。米迦伫主前700年的时阵，就预言弥赛亚要出世伫一个卑微无名的这个小乡城，就是伯利恒。有真侪人无了解，上帝的囝既然要出世做犹太人的王，按照人的看法，最后是应该是出世伫这个真闹热、真出名的大都市，亲像耶路撒冷才对啊。这个对东方来的博士，伊嘛是安尼想的呢。就是这个博士因伫耶路撒冷找无主耶稣，因为上帝所拣选卑微的小乡城伯利恒做耶稣基督出世的所在。所以上帝嘛拣选两个卑微的庄稼人约瑟甲玛利亚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父母。所以对这个咱能看出上帝作风，伫最卑微、最无可能的所在显出伊的奇妙的这个作为。但伫这个2000年前，罗马政府下令命令，要做河口这个普查，一个卑微的木匠约瑟，带着有神印的这个玛利亚，行百外里路，倒去因的故乡伯利恒，上帝就伫伯利恒来行到这个神社。但伫咱的生活中，总是会有这个去遇到这个艰苦困难的时阵，有时阵是人际关系这个紧张。有时阵是受到无法去控制这因素所压迫。那么，伫这个圣诞的季节内面，牧师要提醒咱大家，现在这个肺炎的病毒疫情这样严重，咱拢是处在伫这个艰难的环境的中间。这个环境就是咱的这个伯利恒，咱就是约瑟，咱就是玛利亚。伫2000多年前。上帝怎样伫这个伯利恒来行神迹奇事？但今仔日，上帝要伫咱的这个伯利恒来行神迹奇事，所以上帝的听会一路来陪伴咱继续行落去。所以伫这个人环境内面，咱拢通看到上帝伊的听，并不是只有伫出现伫2000多年前第一遍的圣诞节尔定，这个就是倒转到伯利恒头一个意义。咱来看伯利恒倒转伯利恒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倒转到上帝话语。伯利恒的原文有这个面包的厝 ，House of Bread， 它是多正肉身，就是上帝的话，出到人的形象，食这生命的这活命的饼。所以主要所讲。我就是活命的饼。今日我要再一摆来鼓励咱大家，爱认真去读圣经。对这个目睭较无方便的长辈，也是真无用，这个少年人用听的方式来听圣经。现在这个网络顶有啥的圣经提供咱甲伊登录、甲伊下载，有各种的语言。咱通做来利用，用上帝的话语，伫咱的生命中的这粮食来养育着咱。咱拢真习惯来读圣经，认为读这是唯一正统的这个学习的管道。总是我来讲吼，伫这个全世界有70%以上的人，拢是属于这个推广的文化，
都要用耳孔去听，才会通食到生命这个粮食。有一个宣教师吼，伊看到当地这个原住民，将圣经一张一张甲伊贴起来，甲伊放入去汤头内底，甲菜甲肉做来煮。后来伊才知影，这人根本毋捌字，圣经根本看无。毋过因只有想办法，要将上帝话甲伊吞落去腹肚内底，所以用这圣经甲伊贴起来，甲伊煮到汤来，甲伊食落去。所以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叫做 Faith Comes by Hearing， 信道是对听道来，这负责叫做 Morgan Jackson。伊捌访问过无共款的这个宣教的地区，伊发觉宣教的这个资源，真少是针对这毋捌字的人所的需要。虽然送出真侪这个纸本印刷的圣经，毋过呢，对因这人拢完全无帮助。所以这个机构就开始做出这个各种语言有写的这个圣经，就送到偏僻的所在。摩根讲吼，因虽然有圣经，总是无法度去读，感觉家己是互上帝的放杀，一直到因听到家己母语的有声的这圣经的时，才戆硬话讲哦，上帝原来嘛会晓讲阮的话呢。这偏僻的所在往往是无电力的，所以这个机构就特别制作出两种，一个是太阳能发电，一个是手摇的燃料的方式来发电。这两种功能的这个有声的这个圣经，你若用这太阳能去吸收日光6点钟，就等继续使用12点钟的听圣经。等这个乌阴天的时，通用人力来发电。无停来加10分钟，就通利用40分钟来听圣经。看到这个人真辛苦，真辛苦，才当听到上帝的话，这个样子，总是呢，透过这个四通八达的这个网络，咱随时随地拢通找到咱所需的这个语言，圣经的版本，这实在是咱的这个稳定的。某个人讲吼，讲听甲读。无共款的效果，人伫听的时阵，往往较容易投入这个感情。伊讲有真侪人伫听这个有声音的这个圣经的时阵，因拢感觉到主耶稣就伫因的身躯边。所以摩根伊讲吼，伊受到各地方传来这个见证报告，有真侪人伫这个听圣经的时阵，因的身躯的病痛拢得到医治，邪神被赶走。新在不断的发生。那么虽然喙讲的文化族群，大部分是较落后的地区，总是唔通认为讲喙讲的这个文化就是等于落后的文化，唔是。会记得咱伫做囡仔的时阵，咱拢是听爸母的教示，咱伫学校嘛是拢听趁老师的讲课嘛。所以圣经是写落来。互人传讲的，伫古时代，百姓听祭司读上帝的话；伫新约时代，保罗交代伊所写的这个批示，拢着爱读，互信徒因听。所以无论是读圣经还是听圣经，拢是咧帮助人认捌真理的方法。那么倒转于表现第三个这个意义吼。就是回应上帝的话，上帝拣选少数的几个人为主要所出世来开路。主要对因讲话，其中有约瑟、玛利亚等人的牧师，甲各样的等等。那么这些人听到主要所特别出世的消息，拢当中有回应。约瑟将玛利亚带入门。各样人就赶紧去追找圣婴儿主要所的所在。当人的博士就跟对着天顶的星，行真远的路来到伯利恒。那么这群谦卑的人，单纯接受了上帝的话，吞忍听候有缘的时候，最后因拢亲目看到圣子主耶稣。那么这就圣神，上帝用伊的话语，碰到人的时阵。
有人有回应，就是有的人嘛无回应。伫耶路撒冷有一群人，虽讲圣经读啊安尼真骨溜，我去讲做滚瓜烂熟。伊嘛知影弥赛亚要出世伫伯利恒，伊嘛知影这个博士是对东方来，是要来敬拜主耶稣。因教人要去倒位敲找基督，佮用圣经来证明因所讲的话，就是因却无愿意回应，也无想要去伯利恒。所以伫这个约瑟甲玛利亚的事服中间，咱有功课来学习。伫顾念的人的欢喜的中间，嘛有功课通互咱来学习。伫朴素的行动中，咱嘛有真侪通学习的所在。这个人彼此讲过话，拢要听到主耶稣对因讲的话，因拢面对着同款的代志，佮有完全无同款的反应。所以，当一个人愿意顺服上帝话的时阵，上帝话就要伫伊的话脉来挖出来，上帝计划就要来推动了。所以看到上帝这一人讲话，无论是带伫庄卡的约瑟，还是玛利亚，还是进入校园的博士，还是毋捌字的这个雇羊人，上帝拢对因讲的咯。这人拢有回应，拢有看到上帝的眼光。但伯利恒这个预言内面是充满着祝福，就是上帝祝福，是甲责任是分袂开的。第三，爱约瑟毋通烦恼，因为玛利亚并无做歹代志。当长时上帝也交代约瑟，就要疼惜照顾玛利亚，爱负责专程来照顾这个婴儿。所以当这个约瑟甲玛利亚伫这个耶稣出世了无偌久，就因为希律王的追杀，就带着他出世的这婴儿来逃闪到伫这个埃及。那么雇羊人为了天灾了后，来记圣经主要说，俄罗上帝到第二暗、第二暝，因又倒转去天寒地冻的这个旷野，继续去固守因的羊群。那么天顶这个星因带博士去找到主耶稣，等于找到主耶稣就欢欢喜喜跪落来敬拜弥赛亚，然后献上因的宝贝这个宝贵的这个礼物，黄金、乳香佮物药。伯利恒的祝福是真水，真互人欢喜的，就是要咱应该着尽的责任。所以这个人拢带着应允来继续过因的日子，就是因的话脉拢总得到改变咯。因拢有亲目看到上帝眼光。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伯利恒，检查是谦卑无人重视的所在。总是呢，因为圣经主要所基督的诞生，就要变做水个阳光的所在。所以今仔日有真侪人采取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因甲去到伯利恒，因的伯利恒去到有生命粮食的所在，去到上帝对人讲话的所在。有的人伫印度宋乡人的这个目睭内底，看到上帝的阳光；有人伫听圣经的时，伊的身躯的病痛就得到医治。但圣诞的季节要提醒咱，但系倒转去伯利恒，因为伯利恒是充满着这个祝福的所在，要互咱的生命得到改变，互咱亚神的骹搁一摆有气力。咱灰心失志的心，搁一摆得到这个望。但圣诞节的故事，毋是人想出来这个小说，乃是上帝在讲话。上帝也要对你来讲话，因为主要所讲，前去新冠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也有喙大耳无利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伯利恒是有上帝的同在所在。伯利恒是面包的厝，为通得到饱足的所在。2000多年前，有一群人受到呼召去伯利恒，因有遇到主耶稣，也带着上帝同在阳光，倒去因家己的厝。无论以后去拄到什么困难，因的环境搁在变化，因拢总无后悔，嘛无埋怨。因为伯利恒是值得咱去的，值得咱
这个世间人来报告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阿們。这条要来吟回应的诗歌，有一位上帝。有一位上帝，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上帝。有权柄心肝一切罪过，要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独一上帝，伊就是耶和华，有权能严格，有稳定慈爱，是早在现在永远上帝。有一位上帝，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上帝，伊坐伫荣耀的宝座，却死伫十架拯救人对路。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独一上帝。伊就是耶和华，有权能严格，有稳定慈爱，是现在、永在上帝。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独一上帝，伊就是耶和华，有权能严格，有稳定慈爱。是早在现在永远上帝。有一位上帝，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上帝。权柄心肝一切罪过，要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独一上帝，伊就是耶和华，有权能严格，有稳定慈爱，是早在现在永远上帝。有一位上帝，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要温柔相求，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上帝，伊坐伫荣耀的宝座，却死伫十架拯救人对路。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独一上帝，伊就是耶和华，有权能严格，有稳定慈爱，是现在、永在上帝。有一位上帝，咱的上帝，独一上帝，伊就是耶和华，有权能严格，有稳定慈爱，是早在现在永远上帝。咱这条要压头三角的祈祷。最后我悲伤的，我满心的感谢你。今日我对路加福音第2章内面，互我来思想，倒转去到伯利恒。因为伫伯利恒的语言内面是充满着这个祝福，所以伫上帝祝福内面是甲责任是分袂开的。伯利恒
的祝福虽然是真水，互人真喜乐，就是咱了应该就尽的这个责任。每一个人拢是带着应允来继续因的日子，就是伫咱的活命也要得到改变咯。人拢希望看到上帝的阳光，但圣诞的季节，佫较是要提醒着咱，爱倒转到伯利恒，因为伯利恒是充满祝福的所在，要互咱的生命通得到改变，互咱疲劳亚瑟的骹佫一摆得到溃烂，互咱灰心失志的心佫一摆有盼望。亲爱的宝贝上帝，阮这条要过一摆，继续为着美国、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上帝来祝福美国这回总统的大选。盼望伫无久的将来，会通选出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互美国、互台湾拢通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台湾当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那这条牧师要甲你祝祷吼，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最后所给到稳定，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记罪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们。一来兄弟姊妹，一来乡亲，一来时代，咱今日这个网络礼拜，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咱期待明日要来日，咱阁参加来纪念。愿上帝祝福恁每一个人，阖家平安。多谢努力，再会。拜拜。